這把刀行不行的啊？哎呦喂，那你从我这一刀試試。啊！喂，死了！喂！瞧你那熊樣，沒事兒。这都什麼時候你還嚇他？你。我愛一心哥無罪。過來了。一心哥無罪。我愛一心哥，一心哥無罪。我愛一心哥，一心哥無罪。哎呦，萬一那把刀砍不開仇，這怎麼辦呢？啊，你麻煩不麻煩？哦，你放心，咱姑都安排好了。我愛一心哥，一心哥無罪。我愛一心哥，一心哥無罪。我愛一心哥，一心哥無罪。我愛一心哥。過來。哎呀！啊，行，我進來。有人劫囚车啦！我的刀了！妈咪，小心有4个！哇！杀啦！杀啦！一心哥，你没事吧？这个本事真麻煩，我替你解決掉他了。球星，鬼面人來救你了，快逃！鬼面人，你果然出現了。你究竟有什麼目的呀？你想劫囚車，還是刺殺王爺呀？鬼面人，不要跑！